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4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0篇，何西阿书第5章15节，第6章第1节到第6节。约翰二書第1章第1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哪去南着春雨。已经大赦旱灾久久的台湾中南部，已经伫前几天得到真大的春雨，暂时解除这个干旱的这个现象。当然也是抑阁无够来度过今年的这个水的需要量。不过，就是已经有安尼的雨来降落暂时来解决危机安尼吼。相反，伫阮的加州，阮所徛起的所在嘛是欠水真严重嘛一直咧望会当有落雨。根据这个气象的预报，4月26号的8日有可能会落雨，但是常常这种预报拢会到尾也无准而且因为这个预报只有一天，而且只有40% 的可能性当然望袂去失准啦就会通好好来祈祷。诚心来祈求上帝的怜悯。伫圣经内底咧讲到这个祈祷落雨祈雨的这个记载呢，我想咱印象上深的大概就是以利亚大战这个巴力的先知祭司迄场圣经讲因已经旱灾持续3年久。上帝启示先知以利亚将要落这个甘霖，但是亚哈王却是背逆上帝的道，伊对着伊的王后耶洗别来作乱，拜巴力，杀上帝的奴仆。咱讲先知，也是讲用今仔日来讲就是牧者啦因此，上帝互因拄着3年的这个旱灾。以利亚奉上帝的命令去甲亚哈王甲伊见面，并且甲伊讲，伊讲互以色列人带来灾的毋是我啦，是你甲你的爸的家，因为恁放杀耶和华的诫命，去对巴力。现在你赶紧派人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加密山来见我，要将巴力的450名先知甲耶洗别供应的400名的这个阿瑟勒的先知也带来。巴力的先知因的人数真多，但毋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毋是靠人济啦圣经内底毋是用多数决请咱来记住是用顺服。这巴力的先知是顺家己的意思，是顺巴力偶像的意思。咱知影台湾欠水了后，有济的民间宗教的人，伊想办法要去求神来求雨。亲像最近伫这个旧历3月，咱讲小妈祖这样这个西台湾的这个境内，伫本义顶悬这个西境是一个福德大地的意思。意思讲，伊行到的所在拢会当得到祝福安尼啦但是事实上呢？今年当然无看到这个冤家相拍啦
但是却共款看到四界拢分两截啦，分屎啦，满涂骹的即个粪扫啦，这真正是福德大地吗？也是咧危害所经过的所在呢？人若毋知影爱彼此相疼的时阵，只有咧求家己的功德，还是讲家己的意思会当成就，那安尼就是得罪上帝，不但袂得到福气，也会致到灾难。即种言行不一，人前人后拢讲无共款，做无共款呢？讲是祈求福气，却是带来后患灾难。即种的祈福求雨是袂有结果的啦吼。约翰一书二书，咱今仔所看到的，咧强调信仰的实践。信仰的实践就是言行爱合一啦。决志的人爱会通实践家己所决志的话，决断袂当亲像约翰一书提到着讲，迄个敢若讲喙咧讲爱上帝，却无咧爱兄弟，无咧爱上帝的奴仆。即种的人毋但是欺骗家己尔，嘛欺骗上帝。那安尼会致到无法度看到即个甘雨来落来，上帝恩典福气会润着，伊嘛看袂到。何西阿书第5章，咱今仔要用即段来做一个上落尾的思考。第5章第15节，上帝安尼讲，我要放散我的子民，直到因知影犯罪，倒转来找我。伫苦难的中间，因会急切来找求我。这好若亲像咱昨的分享讲到的，得做离开上帝，爱会晓回头。第6章第1节到第3节，以色列人安尼来悔改，也是讲认罪，安尼讲，互咱来归向上帝吧。伊拆毁咱，也会医治咱；伊拍伤咱，也会甲咱包扎。佮过2-3工，伊会赏赐咱新的气力，互咱常常伫伊的面前，互咱会通尽力来追求认捌上帝。伊一定会来，亲像天的曙光必定会出现，亲像春雨润泽大地。但是呢，上帝却是安尼来提醒以色列人，接续上帝安尼讲，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我应该怎样来款待恁呢？恁对我的爱，亲像早起时的木，一个木一个年都无去啊，亲像即个早起的露水，天一光就消失啊。因为安尼，我差派我的先知到恁遐，传达我要审判恁、毁灭恁的消息。我所要要求的是坚定的爱，毋是即个限制。我要爱我的子民，捌我，毋是爱烧祭。上帝爱是人真心诚心悔改的态度、性命。好若亲像伫尼尼微城即群人共款，上帝伊无爱接受即种虚情假意的口头的话。上帝要爱的是坚定的爱，专心爱上帝，专心也是讲真实来爱人，真心来悔改，诚心的祈祷。只有即种的人会蒙恩得救，只有即种的人会去揽着春雨。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20号。
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50篇，何西阿书第5章15节，第6章1到6节，约翰2书第1章第1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沐春雨。干旱许久的台湾中南部，前几天终于盼到了磅礴的大雨，暂时的解除了旱象。但是当然，这样的雨量还不足以解除今年供水的这个需求的警讯。那同样的，我们身处在干旱的南加州，我们也需要轮流供水的情形的加州，我们也是引颈期待着有下雨的天气来临。根据气象报告预报呢，4月26号礼拜一很有可能有机会下雨，但仅仅在预报当中仅仅会出现1天的雨，而且呢只有40%的可能性。根据渔养的经验，很有可能这个预报又会失去准度。当然我们真的是不盼望是如此啊，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祷告，诚心的祈求上帝的怜悯在我们当中。圣经里面有关于祈雨的记载，我相信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以利亚先知大战巴力的这个先知祭司们。圣经说呢，那个时候已经持续干旱3年，上帝启示先知以利亚，他将要降下甘霖。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亚哈王，他却是一个背行逆道的人，他随着他的王后耶洗别作乱，拜巴力，杀上帝的仆人。我们说就是先知们，上帝的先知们，或是我们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上帝的仆人牧者。因此我们在看到上帝让他们遇见3年的干旱，以利亚奉上帝的命令要去见亚哈王，并且告诉他说，给以色列人带来灾祸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父亲的家，因为你们抛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现在你快派人去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到加密山来见我，把巴力的450名先知和耶洗别所供养的那400名亚舍拉的先知也带来。巴力的先知为数众多，请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强调的不是人多投票过了，而是顺服。我们看到这些巴力的先知们为数众多，但并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而是顺服自己的意思，巴力的偶像的意思。台湾缺水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民间宗教的人，他们想尽办法要求神祈雨。如同最近农历3月之后的所谓的迎妈祖，所谓的绕境，在本意上是这个神教所到之地呢，要福泽大地，但是我们却看到，不但没有福泽大地，没有满地降雨，也当然今年比较好啦，没有看到打架在彰化通常都会打架，而且非常严重那
我们却看到所到之处满满的是满路的槟榔汁、烟蒂、垃圾满地。难道这是所谓的福泽大地的意思吗？还是在危害所经之地呢？人若不懂得彼此相爱，只在追求自己的福气，我们说的功德，或是自己想要的方向，自己的旨意来成就，那就很明白的得罪了上帝。不但不会蒙福，也会导致祸害。这样的言行不一，人前做一套，人后骂一套，这个就是祈福吗？结果是带来祸害、祸患、灾难。这样的祈福求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都同样的强调信仰的实践。那什么是信仰的实践呢？就是必须要言行合一，觉知者要能够实践，绝对不可以如同约翰一书所说到的，爱上帝却不爱兄弟。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欺骗了自己，更是欺骗了上帝。这样的人将无法得到所谓的甘霖，因为上帝的恩福的滋润就离他们远去。先知何西阿书第5章15节，我们今天会用何西阿书来做最后的思考。我们看见上帝透过先知跟以色列人这样说：我要丢弃我的子民，直到他们知罪回来找我。在苦难中，他们会急切地寻求我。第6章的第1节到第3节，他们以色列人这样的表达他们的悔改认罪。他们说：让我们归向上主吧，他撕裂了我们，也会医治我们；他打伤了我们，也会包扎我们。过2、3天，他会赐我们新力量，使我们能常常在他面前。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帝，他一定会来，像曙光必然出现，像春雨滋润大地。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子就接纳以色列人，他提醒他们说：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我该怎么款待你们呢？你们对我的爱正像早晨的雾，一转眼就消失，像雾水，天一亮也就消失。因此我差派我的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传达我要审判你们，毁灭你们的消息。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不是生计。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不是要烧化祭。上帝要的是什么？是一个真诚悔改的心，正如同尼尼微城的上下全部的人一样。上帝不接受虚情假意的口头谄媚，上帝要的是坚定的爱，全心的爱上帝，全心的爱人，真心的悔改，诚心的祷告。这样的人就能够蒙恩得救，也就能够蒙福如沐春雨。